洒的世界，无人袂懂。你记得吗？你记得吗？该秋天天春的西路，紧行紧冲过，该紧往西日头下，紧往西日，该紧往西日头下，愿你嘅歌，袂唔记得路，袂唔记得路，该梦想从染风的山头行呀行。没想到你今天学月光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啊！可是我到那边就忘光光了。多唱几次就会啦。要不要我们现在来复习？好啊。捏公公，捏公公，收菜咯，收菜咯，去拍马，琵琶马，过连头，高连头，连同杯，连同杯，中韭菜，中韭菜，韭菜花，韭菜花，给情感。给情感。在这边停就可以了，我那个在前面。谢谢你。其实应该是我跟你说谢谢才对。那我先回去喽。嗯，好。郭老师有事吗？没事。哎，拜拜。拜拜。开口约吃饭怎么这么难？你去青美吃饭，没说，我应该会答应你。阿爸，你转来哦？哎，查某呀，还有话问你啊。哪个事啊？福卡嘅事情，你可以没全老郭先生讲嘞。无啊，那只是讲你本阿咪参加美术班啊。哎，这就怪嘞。我长得的时候啊，茶米恩用单配，你用份暗度好，就拿价钱专门做那个厂商面单本来啊。阿爸，有一件事我一直问老你讲，其实上一摆来买茶嘅人係郭老師嘅朋友，係郭老師想要聽說我哋，條講叫佢嘅朋友來買茶嘅。哎呦啊！有個事係我冇小心聽到嘅，佢係學校嘅先生冇講，佢係真心想要聽說我哋嘅，佢唔係只會出一種罪嘅先生。
阿明他非常有天分，而且还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如果你连试都不让他试的话，你会抹杀掉他的才华。难道这不算自私吗？胡老师，胡老师，胡先生，里面坐吧。不用了啦，就在这里说就好了。我书念得少，一直觉得很自卑，不知道怎么该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说话，所以这2天对你的不礼貌啊，都派谁啦？胡先生，您别这么说。刚才孩子告诉我，上一次是你叫人来买茶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啊。胡先生，您别客气，那只不过是正好朋友有需要，我顺便提起而已。老师啊，您太客气了。我知道你不仅照顾我们家2个孩子，也很努力的想要帮助我种好有机茶，要不然你也不会特别拿资料给我看的。胡老师，我们家世代种茶，我从来不敢想，以我们家的能力能会有什么成就。对我来说啊，只要能一家温饱，就已经足够了。我知道我儿子爱画图，我也看不懂他画的到底好在哪里。可是你告诉我他有天分，应该去学画画。我只是在担心他学了画，将来是不是可以靠这个吃得饱？你说的没有错，我很自私。我想种有机茶，就跟阿明想要画图心情是一样的。如果当初有人阻挡我，不让我种有机茶，我想我应该跟我儿子现在心情是一样的，不高兴，也觉得很遗憾吧。胡先生，您的意思是？我看开了，只要他快乐，就由他去吧。我不指望我儿子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但是我知道，他喜欢你，他尊重你，他只要跟你在一起，他就会笑。胡老师，顾阿敏，就麻烦你了。胡先生，您别这么说。你放心，阿明交给我，他只要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一定会看到他成就的。顾老师，谢谢你啊，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好，胡先生，你慢慢骑哦。阿明啊，你喺卡大边呢？伊迄缘故家就可以咧。做嘛给无对彩色笔好好教？你做唔得送美术班，你彩色笔做嘛改啊？做唔得送美术班，平常嘅时间唔限做地画图啊。好嘞好嘞，我去就去啊，去上课啦。哈？那你无通到啊？来讲记啊，做得去上美术班嘞。阿爸，真听见吗？我咪讲去头摆，你张糖会色啊？查某呀，根本伊去吼，硬来煮呀，
你同阿明发图发开了，让 Q 他走。阿明唔通多么？阿爸答应参加美术班呢。真嘅咧，耶！是我爸爸，爸爸万岁！好嘞，大家试试嘞，起床考啦啊！阿明，今日吃饭，我去睇书，我吃西饼。阿明啊，是较慢点的啦。伊讲到发图啊，精神就来嘞。哼，我就伫前几日啊，你的调试假片不爱看呢。我吃饱了，我去上课了。阿明，你看，阿爸去读书嘞。阿生意对啊？好。这是我来啊，阿妈本意去上课嘞。唉，拜托你啊，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啊不爱看。老师今天开会怎么开那么久啊？哎，郭阿明，你怎么了？我只讲，我可能要很动的啦。那你要不要去搞电视休息一下？晚上没完嘞。哎，郭老师出来嘞！郭老师，郭老师，郭阿明，郭老师。你是不是要来跟我说，你可以参加美术选手班啦？哎，老师你怎么知道？老师，我们跟你说过有志进城哦。嗯，对啊，老师，你说只要有坚定的志向，还有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你真的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哎。哎，阿米，那太好了嘞！那放学后你要上美术课，那我也要去练习跑步，以后我们又可以一起回家嘞。嗯，对啊。郭阿明，你还在不舒服对不对？我看你等一下放学直接去看医生好了，好不好？不用了啦，老师，我姐昨天已经给我吃过药啦，我没问题，我今天可以上美术班。真的吗？老师知道你喜欢画图，如果不舒服，你要立刻跟老师说，知不知道？好。看哪里的医生？我家旁边。真的不舒服吗？这样。林老师，昨天郭云天老师急着找你，还跟我要了你的电话，怎么他联络上你了吗？嗯，有，我们有联络上。那就好。月公公秀才龙去爬马过岭干啥事情你哦？无乜噶啦，其实我会听说一下。天数嘛干啊？月公公秀才龙去爬马。林老师，怎么啦？你看到我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为什么只有找林老师教你唱歌？我也学过音乐，我也会弹钢琴，而且我也会唱捏拱拱啊。我根本不知道你会唱啊。那我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那好，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吧。放学后我们一起吃个饭。啊？我带你去吃一间很好吃的餐厅，而且可以顺便教你供画发。喏，就是这家餐厅，晚上7点不见不散哦。记得哦，不要迟到，晚上见，拜。要弄较远的诶，时间弄比久，这样会发点嘛。好，较注意的哈。好。哦。
哎，咩马家同事咯，唔好做唔样拍柜台啊！是嘅，你当做的啊？做茶做结叫很多位，不是啊？歹势啊，阮缀咱叫啊。今日做事我冇你讲清楚了，今日都凊彩面面来，来，你食茶啦。姑姐，要茶点看啦。什么样？哎，冬青香诶，冬甘冬甜诶。做叶片茶叶吼，做个生意要记起啦。人讲啊，茶种来好啊，配技术也要好。这玩意样看起来吼，汉语贵个茶叶吧，一天要卖得同好。系啊。姑姐啊，你想干嘛事情啊？头家，我想从下一季开始哦，我爱阮做茶的工厂嘛。嘛个呀？你嫌我工厂无好个啊？顾先生，我为到人有机茶，专攻要开放机器呢，因为要做人有机茶叶，同普通的茶做唔得蓝得来做哦。按样的成本可以加高呢啊！伊遐倒带是样的，那一条厂的模式啊，喊完就完了啊！唔将我遐当做菜市场的嘛？我啲头家对我天数已到啦，我唔去嫌两位唔好，我去谈到专家技师吼。哦，讲贵下做的，人意思就是讲，我做有机茶的技术无那专业不错啦，系啊。你也系为了利益考量啦，迄讲搞唔出天资本事吼，我深度也无好高啦。不过啊，头家你放心啦，买部分哦，还没维持原来嘅契约，2/3哦搞本事，1/3留拨我自家啦。你阿点哦唔会变呢？顾先生，我天主本输得为天主。人茶米本来卖，我出得位意思的，也对我来讲还是吃亏的嘛。一下你将茶叶爱分别跟茶厂做，佢做来好冇我样嘅钱咯。也对我来讲，我迄个损失我要怎嘛咯？既然一样嘅，怎算得否？买摕的茶米吼，出家两茶。头家，听过的啦。听过，冇都契约制式哦，天涯数多上来哦。你。样诶，好啦，我答应你，就加2上啦。老师，我跑得很快吧？快，13秒觉得快，跑这个成绩怎么去参加比赛？那要跑几秒才能参加比赛？上届奥运100米冠军的记录是9秒85，你说你应该跑几秒？啊，那很难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果你决定做不到，一辈子都做不到了。你跑步的时候，你就应该想着我要如何突破纪录，我一定要成功，要带着这种冲劲的念头去跑。听到没有？再跑！郭老师，马老师说的没有错哦，我也相信你办得到，快去练习啦，加油！啊！哈什么？快去跑啦！小孩子就是这样子，要不断在背后鞭策他，才能成大器啊。我们不都这样长大的吗？对了，你今天不是刚开始上美术班了吗？对啊，我正要去教室，我只是想说顺便来问你一下，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吧？好啊。好，那你放学之后我在宿舍等你，好，说定了。周大山，你不要跟我一样。
今晚有空吗？如果可以，一起吃晚饭，好吗？7点钟餐厅见，我再打电话给你。郭云天。龚老师约我。欢迎各位同学来参加我们今天成立的美术选手班。那我们这个训练时间大概是1个月，在这期间呢，就由我教各位同学一些绘画基本技巧。最后我们会从各年级选出1位同学来代表本校参加本年度县市的儿童美术比赛。今天呢是我们第1次上课，所以老师就让大家自由画图，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开始吧。你们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还有创造力，心里想画什么就尽情的画什么，好不好？阿敏啊，你这么快就想好要画什么了？想好啦。你这画的是什么？等我画好了再跟你说。好啊，等着看你作品哦。你在干嘛？不知道画什么？好，等一下。顾姐姐，我阿敏还没下课哦。应该差不多呀。啊，下课嘞！阿敏，阿敏，美术班好不好玩啊？好教啊，做来做在画图，马甲就同好教啊。今日今晡日发马甲啊？顶下画好嘞，怎人就讲？下今晡日冬天上个神转去耶。我也好累哦。哦，今天跑好久，我也要回家吃饭。好啦，今日能做嘞。林志宏，你老下日叫我转去吗？俺没啦。他怎么了？俺妹唔知啊。奇怪，以前你就唔迄同学，怎么该掠下林志宏当枪都唔要参唔到啊？好啦好啦，下能做嘞。喜来口，你又回来的呀？不好意思，大家都到了，我刚有点事情耽搁，所以晚来了。顾老师，你约了他们，你刚刚怎么都没有说啊？我想到这边再说也不迟啊。来这边这么久了，承蒙大家照顾，这顿早就该请。哎，坐。今天晚上你菜随便点哦，我请客，也算得上是我的迎新会了，对。好，我点菜。郭老师，这家店是客家庄里面很有名的餐厅，东西好吃，但老板低调，连招牌也没挂。
一般人很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啊？汪老师告诉我的。是我跟他说的。马老师，赶快点菜啊！怎么还不点啊？我要好好点一下康峰老师他喜欢吃什么，帮他点。你点就好。哎，如果今天晚上任何招待不周的话，还请多见谅啊。你点这么多菜，我吃到肚子都撑起来了，还招待不周嘞！你真是太客气了。没有啦，客套话而已。我们在乡下地方就不需要这么客气了。时候不早了，你们要怎么回去？要不要我送你们回去啊？不要了，这里离我家很近，我自己走路回去就好了。Hileko，我跟你同路，我陪你走一段路吧。郭老师，今天谢谢你招待，我们先走了，再见。拜拜。黄老师再见。走了。你等下一下嘛。你等来做乜嘅天橋嘅啊？我千無見人就約到郭老師呢。婆婆嘅醫生藥費，做半年就搞壞。你老郭老師藥費，計佢做乜解要人掉強下去？你最係面講做錯咧。好，也是你，迄係主動約佢嘅，裡面係談到你掉兩啥，隨便強下出去，也係情感都當無爽快。你唔係講過嚟咩？曹本年佢飛到顧阿明，將搶來天數嘅。今晚你無愛清淡相親你，就表示愛心你還無啦。佢根本哦，總無將來表你嚴重啊。佢我只好主動出去把握佢，俾本佢記得我的存在。先來拜託你掉好冇？漢拜復有之前，先問清楚有哪掉給你，唔好再做天橋咧。Hileko，你真係按介意郭老師係冇？你上來同我講嘛㗎？哦，咁唔會，你咪中意結婚？冇啊，我只是老佢當做同事。真嘅。哎呦，我做奉行嘞，只有哦，你冇愛同愛唱郭老師，其他事情哦，你就唔習慣嘞。不過你要記得哦，佢郭老師係中醫嘅師奶，萬年哦，做咗唔得統計嘅腦筋。師傅，你係從細到大嘅好姊妹，明天老天數啦，拜託，哦。什麼呢？佢係想轉醫咯。當然呢，到底係發乜計啦？阿妹，開門啦！阿妹，爸爸啦，開門啦！你是做乜嘅啊？啊？市場來啦。哎呦，乜解唔是慘？你係來呢？嗌人爸爸呢？是用白人啦？係咪都學個俾人欺負啊？
无啦，迄件唔伫硬要翻嘛该啦。哦，委托美术办的事哦。俺要的委托嘛该事情嘞，就委托人放出来都发现。爸爸同讲，小学的美术班哦，就像训练班样的，也唔要考嘛个大学，有冇紧张咯？啊？总得唔紧张啦，拼音就发出来咧，将来嘛唔出来，按样当紧少呢。哦。还上摆比赛得奖给人呢。佮叶先生，敢有规定讲要放嘛个题目个呀？就迄无张伤脑筋啊，教室有还做在去请资料。哦，爸爸同讲啦，做迄奖业画图哦，可能强重要的，唔通我按艰苦。爸爸讲，有冇开茶叶咩画的？哦，紫茶窗咩画的？本叶先生抵抗人家的做茶，迄样的辛苦啊！妈会晓款计啊？无听说叶先生对遐有兴趣啊？爸爸去做语言的，嘛该世面还没看过诶，啊？做人啦，一听就会想搞个做人美术欣赏，根本迄其他幕来做人美术欣赏哦，爸爸喊见样诶，其中样诶啊！好啦，我要打住啦，唔出去啦，唔出去，唔出去哦，啦。做你。发茶窗哦。转来啊！对不啦？唔敢没打电话做来讲同班强爱上班啊？哦，好到拄记早先生。阿嫂，你哪会呢？还没遇到杨露台的事情，做唔定样诶。杨露台啊，对亚画图可能比马该做较重要啦。爱做无爱用个艺术天分，因为我讲伊只来吼，对呀艺术暗有兴趣。根本呢，伊唔系张嘟嘟上美术课咧，伊拄到乜个问题？哎呦，我知咯，伊都紧讲挖唔出来，挖唔出来。哟，错啦，我喊唔同个香港个先生，喊去关照一下杨露台，都来有讲啊。我冇讲。冇讲啊，样啊，杨露台的事情冇关心啦，呀。唔系啦，我唔对按样办讲。嘛该唔对按样办讲，主题讲林志峰迄杨露台迄样亲切，按样工作按困难。阿嫂，你又唔系唔对，我到对有几只总管老先生，定爱老志峰嘅关系，我迄两个妹两件事，要平错，我也冇讲。样啊。还做一张语言呢？我做语言也做哑巴，敢讲按样迄建设事情的啊？唔系啦，就迄两个责不同态咧，我真无爱用了只关系，向苏东南外嘅权利。我假使老郭老师讲了件事情，记住伫咧。丢样啊！你爱那么做用家迄私生呢？我唔该用乜个方式嚟解释，我要同阿叔睇数，讲得清楚。喊佢以后啊，莫出咁嘅难题啊！半夜都睇转嚟都个头拿痛啦。小彩，你看，小彩，哎呀，你看一下嘛，你看，你发个短好哈，什么？
阿敏，阿敏，唔用办，喊你去冲咯，迄那位无输爽啊。我是的啦，已经好了啦。阿姊，唔靠，你去发嘛嘅？也係先生，係研發嘅哦。係啊，佢講青菜花，藝術上都可以發亮。阿敏心理好哦，青菜花都按神奇。當然，那個韓式講咩？阿姊，有哪有講哦？當然那個地方啦。有啥地方嘛开啊？冇啊，也只係看阿敏畫圖啊。查妹啊，阿明吹花圖，唔好吵佢啦。來，第二個花啊，我滿意啦。阿爸，條蝦兒有啥？啲嘅小馬雞啊？冇啊，想看阿敏畫圖啊。查妹啊，來，你抽兩杯啦啊！來，抽啊！阿明你下有事情冇閒咧，看不啲不要當亂發啦。本期上美術班哦，很不差哦。冇安樣啦，聽講以後，你希望郭先生我來 M 卡冇，嚟請佢食飯咯。正經？郭先生啊，對 M 卡懂照顧，應該愛請佢食飯。查妹啊，你也是哦，交朋友哦。好。志峰，志峰，志峰，你弟俩，你阿爸请你啊？哦，等一下，你拿相机去查厂做嘛该啊？你说可我用给东西啦？奇怪嘞，志峰以前讲到画图就懂欢喜，样板根本人看起来无年纪。郭老师本件动态嘅压力。早安。早，李老师，早安。哎，郭老师，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请教一下。哦，请说。是关于美术班的事情。你是不是想要问你们班有哪一个同学可能有机会参加今年的美术比赛？其实我昨天就看过他们画的画了，但是我目前很难看得出来谁画的特别好，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哦，那你自己班上的学生，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啊？我们班其实只有2个同学参加美术选手班嘛。那林志宏的图我之前就看过了，我觉得他画的稍微生硬了一点，缺乏创意。可是林志宏是去年代表比赛的学生呢。这我知道，他好像得了佳作嘛，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派古阿明出去比赛的话，或许成绩会不一样。你的意思是，你要派古阿明代表4年级参加比赛喽？是有可能啊。谁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是啊，我很关心这件事，因为什么？因为茶妹，你找我啊？老师，我有话跟郭老师说，可以吗？好啊，你们先聊，我先回办公室。茶妹啊，你要跟我说什么？老师，我爸想请你吃饭，你今天晚上有空吗？想要请我吃饭？为什么？他说要谢谢你啊，老师，你一定要答应哦。我爸很少请人吃饭的，
他是将你当成好朋友才请你吃饭的哦。好啊，那今天放学之后，我跟你们一起回去。嗯。各就各位，预备。好了，同学，可以去休息了。老师，我今天跑得怎么样？总算是有点进步了。真的吗？你呢，就像一条斗鱼一样。什么是斗鱼啊？能不能吃啊？当然不能吃啊！斗鱼呢是生性爱斗的一种鱼类，单独在水里面游，它就没有精神；只要一有同伴，它的精神就特别好哦。老师呢就知道训练你的方法，就是让你群体生活，你才会提高斗志啊。老师，你说什么了？我听不懂。听不懂没有关系，总而言之呢，你要为我们原住民争光。比赛的时候拿个好成绩回来。一定会的啦，老师，我好渴。再夸你一下，你就有奖品。老师，我好渴哦，我快要吃到晕倒了。好啦好啦，你真的是很假呢。我带你去吃冰。谢谢老师。好啦好啦，走了。我看太阳在这边，对不对？太阳照过来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能会多一点阴影？哦，对哈，好，多观察学校的景色吧，好不好？哦，好好吃哦。小声一点。下次再请你。多棒的画面啊！我想，这就是情感吧。为什么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去仔细观察这些细微的部分呢？郭阿敏，你趁机打瞌睡啊？没有啊。来，让我看你画的怎么样。哎呦，不错嘛。像吗？还蛮像的。继续画。你在画房子啊？嗯，我在画我们家茶厂。老师，怎么了？老师觉得你的构图还有比例都还不错，可是颜色可以再丰富一点。可是我们家的茶厂不是这种颜色啊。对啊，那你就要用多一点想象力啊，可以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嘛。要知道，老师是要你们用想象力画画，看你们的想象力，而不是要你们写生呢。林志宏，你要知道，各种比赛都是在当场才知道题目的，所以你平常就要尝试各种不同的主题，否则你这样很难在创意的上面拿高分。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面，懂不懂？我们其实还有一段很长时间可以训练，你要加油哦。走场。我需要有人给我一点意见，你可以来吗？我要帮什么忙，给什么意见，我也可以帮忙啊。
显瘦。哎，王老师，哎，王老师，你的脚有没有事啊？怎么可能没事？扭到你没看到，很痛哎。路人又长，一杯照出送一送。